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利用關鍵詞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尋器喺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我哋呢個視頻就會教大家點樣可以用零成本做到呢樣嘢。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產生嘅海量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尋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可以脫穎而出呢？ Google 加 YouTube 兩個關聯搜尋係有300幾萬，係講緊每1分鐘。我哋示範一個關鍵詞。Rotary Heat Press 係熱升華滾筒轉移印刷機。喺外國喺呢個行業嘅朋友，或者佢需要買呢個設備嘅朋友，大部分都係打呢個關鍵詞。Google Press Rotary Heat Press 係我哋一個關聯產品，全球排位第一。喺163萬個頁面裏邊，我哋全球排位第一。另外 Google 喺下面簡易搜尋加咗2個冠名簡易搜尋嘅排位俾我哋。呢2個簡易搜尋排位令到我哋喺個外聯裏邊，喺我哋個權位裏邊增加咗唔少，從而令到喺呢個行業裏邊嘅消費群認識我哋，增加咗我哋嘅知名度。喺呢度帶出嚟嘅關聯頁面連接有3萬幾，喺不同情況之下，佢都會為我哋帶嚟流量。喺呢個流量產生，令到 Google 對我哋個權位增加，讓我哋喺全球首頁排名鞏固咗。我哋再睇一睇喺 Google 嘅 Video 頁面，喺 Video 頁面裏邊帶出嚟嘅信息係264000，我哋基本上霸佔咗8個，係頭1個至到第1名至到第8名。我哋翻多一個頁面，個情況都係一樣，呢度多咗啲競價廣告。第3頁個情況冇改變，第4頁情況都冇改變，第5頁情況都冇改變，去到第6頁都係一樣，第7頁個情況都係冇改變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確確實實對市場冇什麼擔心。我哋只要將我哋嘅機器設備做好，我哋就會有生意。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唔係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大部分嘅消費群佢都好希望喺個搜尋過程裏邊得到更詳細嘅信息，令到佢了解佢所搜尋嘅產品。Video marketing 確確實實係當今世界裏邊係一個比較好嘅宣傳工具。以前我哋做唔到，因為冇互聯網。今日我哋互聯網帶嚟嘅方便，令到我哋可以喺好遠嘅客商都可以好近距離睇到我哋嘅視頻。依家我哋要做嘅 video marketing 喺以前稱之為電視廣告，依家我哋好隨意用智能手機都可以拍到。我哋要點去借助呢個 video marketing？ 大家今日就要為大家自己嘅產品作出一個決定，作出一個選擇，作出一個改變，將自己嘅產品轉化成視頻，讓你嘅消費群體更清楚、更了解你嘅產品應用、你嘅產品功能。喺呢度，我哋推薦一個平台俾大家 Product Channel， 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，讓你嘅消費群、讓你嘅觀眾可以直接收看呢個廣告。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，就可以應用佢個智能手機去收睇到你嘅視頻，收睇到你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繫一下，諮詢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午3點至5點，喺香港工業總會會議室。
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，或者諮詢香港工業總會。多謝大家。